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，这小空气无度透，屏东市连续3天拢超过38度，今仔再出现这高温的红灯警示。那高雄的高雄灯塔早起也出现39度八高温。气象站表示讲，若准明仔载气候条件稍详，无排除这温度会急调的会变搁较热，也提醒民众得爱注意热伤害问题。 大日头开的西仔湾差不多无游客，伫路行的人也雨伞闪日。晚暝2点的时阵，高雄气温晚暝34度。西仔湾对看的高雄电下测站早起10点14分出现39度8的极端高温，甲气象署记录历史高温前3名，敢若差0.2至0.4度，接近40度。温度很多，好像温度很高的样子。高压笼罩散热的效果不好。 所以温度比较容易举升上来。西部地区很多地方都出现了高温。像我们高雄呢，今天的话，也有一些地方有出现38度的高温。 气象站解说，高雄灯塔伫基顶石瓦地状况特别，无代表高雄整体温度。南部除了嘉义市，其他县市嘛都高温警示灯感设定。屏东因为连续3天高温超过38度，就红灯。也有民众看到市区的空电架甲市州路、高速路口附近的飘线，因为高温的影响，大卡车一个交轨就鼓起啊。 看那个地面的痕迹，它就马上就软掉了，因为可能这几天可能太热了吧。 连续高温，各地拢传出有民众热伤害送医。顶礼拜有一个40多岁劳工下班要为高雄转屏东，疲劳的昏去，送医检查出怀温机溶解现象。很热的地方或者太阳直照的地方工作了1、2个小时，觉得身体有一些燥热，那发现说汗水越来越少，还有口渴的现象，可能就要到阴凉的地方休息一下。 气象站提醒，热气风热，这环境条件也同款，日一直真大，无排除会产生极温现象，致使温度更加悬。呼吁民众出外一定要防止晒伤，搁补充水分，防止热伤害。记者综合报道。